今日想同大家講講新居屋點樣喺細單位入面用簡單嘅設計手法，營造出又有溫度又有高級感嘅現代家居。其實秘訣好簡單，就係善用冷暖色調嘅對比，而地面嘅瓷磚正正係最關鍵嘅一環。今日我就帶大家睇睇幾個唔同居屋嘅真實案例，一齊感受下點樣令空間更加舒服同有層次。依家我就分享俾大家睇下之前經我哋 ECMO 完工嘅100%真實瓷磚案例啦。如果你都想將自己屋企打造得好似呢啲案例咁靚，甚至有更高端嘅設計感，睇完記得揾我哋查詢下啦。上去睇案例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啦。我哋每個月都會有好多完成新嘅裝修案例啦，全部都會拍晒影片、相片同埋 VR， 尤其係 VR， 你可以置身360度喺個單位咁，可以更加立體咁睇到成個裝修單位嘅。我哋 ECMO 提供超過1000款瓷磚，價錢比地鋪平20至40%。首先就係坑口眾明苑呢個554尺單位。採用咗現代簡約融合北歐風，全屋用色偏冷偏淡，目的就係要打造一種明亮寬敞嘅空間感。但係為咗令間屋望落唔會太寡啦，我哋喺地面鋪咗淺啡色木紋磚，佢天然嘅紋理同暖意由下而上承托起成個設計，同牆身形成一個好溫柔嘅冷暖對比。呢種襯托令空間變得清新自如，住喺度有種好舒服嘅居家溫度啊！新居屋想裝修出高級感。睇下啟德啟悅苑呢個382尺單位，全屋用清冷嘅現代色系營造時尚利落嘅感覺，而地面就鋪咗淺啡色木紋磚，呢種暖色同偏冷嘅牆身家私形成強烈對比，視覺上好有張力。咁樣嘅高對比設計，唔單止令到細單位望落大咗，仲帶出一種層次分明、清新自然嘅高級效果添呀。然後就講下觀塘安柏苑呢個493尺單位啦，現代風格行得乾淨利落。設計師最花心思嘅地方係地面，揀咗淺啡色木紋磚，佢特有嘅溫潤質感，承托起成個單位嘅視覺重心，同偏冷色嘅牆身家私形成對比。呢種襯托手法為現代空間注入咗生命力，帶出清新又層次分明嘅高級感，望落高檔得嚟又夠溫馨啊！而油塘高宏苑呢個385尺新居屋單位，我哋用簡潔現代風做設計，整體以清冷色調為主，去擴大空間感同增加光猛度。地面特別選用咗淺灰米色大理石紋瓷磚，呢款磚柔和嘅米灰基調同細膩石紋，由下而上承托住成個空間，同冷調家私形成自然嘅冷暖平衡，避免咗純冷色嘅單調感。令細單位都顯得更加乾淨、層次分明同埋舒適有溫度啊！將軍澳旭明苑呢個607尺大單位，我哋以北歐風為主，強調簡約同治癒感，整體用淡雅清冷色系，營造極致通透嘅空間感。地面我哋選用咗淺色大理石紋亮光瓷磚。呢款磚嘅米白基調帶住柔和紋理，反光度高，由下而上，大大提升咗單位嘅明亮度。同偏冷色調嘅牆身同家私形成和諧又富有層次嘅冷暖對比，整個空間即時變得更加開揚、乾淨，又帶有溫潤嘅居家溫度，住落去舒適又放鬆啊！觀塘安秀苑呢個400尺單位。而呢個全屋以清冷利落嘅北歐色系為主調，去放大視覺空間。地面同電視背景，我哋都用咗淺灰白色大理石紋亮光瓷磚。呢款磚淨亮嘅白調同細膩石紋，大大提升咗空間嘅明亮度，同偏冷色家私形成和諧又富有層次嘅對比。整個單位即時顯得格外清新、乾淨高級，細單位都住得出輕奢同舒適感。